好久不见了，嫂嫂，好久不见，还是这般风姿卓绝，更胜往昔。你这丫头呀，当初在江南，你还只到我膝盖这般高呢，如今啊，竟然敢打记起我来了。这两位是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三人在城中一起办了家女科馆，专为娘子调养整治。这女科馆初创立，尚无名望。若您肯为我们三人引荐一二，姨娘，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自然是信任的。这城中的贵女命妇，面上风光，私底下谁还没有些个难言之隐？但谁又会把这些事儿拿到台面上来说呢？你们说呢？阿嫂，平日里您这皮肤是不是养得难受？啊，许是天热，闷着了。我记得嫂嫂以前的肌肤，似乎就比较敏感。这过敏若不及时处理，恐会蔓延至脖颈，连脂粉都难以掩盖。不如让我们新月配些温和的外敷药，半日便能止痒消肿，还能让脂粉更服帖。不是我故作金贵，我这皮肤啊矫情得很，不能乱碰一些不熟悉的脂粉膏药，万一越治越糟呢？过几日的茶话会就要闹笑话了。阿嫂，我们用的呀都是温和的药材，而且这些药材是要经古法炮制的，我们调和成膏，绝无刺激，也不伤肌理。多谢好意，还是不劳费心了。家中还有琐事，失礼了。他怕药效不佳，又怕用药传出去会被人笑话肌肤不净。他如此着急宴会，不如去寻些上好的珍珠粉和玉簪花露，配着新月的药做成修护膏，既可以治病，又可以打底。我还可以调整药方，让他先把药涂在手腕上，立即见效。我可以教他化妆，掩盖留下的红印。他定不会轻易接受的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蒙着面。这前日去了新开的铺子，试了些胭脂水粉，想是水土不服，也怪不得别人。你来长安已逾3年，怎会突然水土不服呢？你这孩子向来稳重，竟对自己下如此狠手。这是南海的珍珠粉，清晨采摘的玉簪花蒸馏的花露，调配的修复膏。您闻，这药只有药材本身的清香，无半分刺鼻味。我先给您涂在手腕上，咱们说会儿话。若是有半分不适，我们配您10盒上好的胭脂。也罢，就是这意思。确实啊，冰冰凉凉的，很是舒服。
我从未见过自己如此白净，而且一点都不痒了，真的淡化很多。这药膏啊，不仅能给皮肤消红止痒，还能修护肌肤。我还在做了些粉剂，每日将它和露水调和一起，敷在脸上，早晚各一次，肌肤就会变得光滑如初。好好好，真是几双巧手。过几日的茶话会，我便引荐几位相熟的夫人给你们。谢夫人。阿嫂，这是我们女科馆制的暖宫膏，睡前敷在腰上，比喝姜汤还管用。要不要试试啊？才5个铜板一罐。要钱？不要！可以先试试吗？第一次不要钱，试试。不要钱可以。来试试，先试试。殷娘子免费给大家摸脉，教大家调理身子。哎呦呦，这不是明月楼的头牌吗？怎么从良了？不做皮肉生意，改骗女人钱了？你胡说，我这是正经买卖。你们可千万别信他，他以前啊，那可是骗男人钱的。不给你们的东西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哎，那我不要了。哎，阿嫂，这可是用12味药材制成的，阿嫂扔了实在可惜。若真是骗钱，他跟你们要钱了吗？是没有。郎君说他行骗，可有证据？若无证据，可是要以诬告罪论处的。轻则杖刑，流放3000里；重则死刑。不知郎君喜好哪一种？对啊，拿出证据来。就是，拿出证据来。我去流放啊！你看着，就是。多谢，不过是件小事罢了。走吧，我帮你。哎，给我一个，我想要一个。哎，他来了。就是他给我的养颜膏，可好用了。不过是一点小手段罢了。女科馆里还有许多古方新法，嫂嫂慢慢尝试。哎，近日天气潮湿，我这腰膝啊总有一些酸软，不知道苏娘子那儿可有良方？可是夜间总醒，晨起还觉得手脚发沉。正是，夫人常年居于深宅，活动甚少，加上潮气侵入肌理所致，用艾灸配合药膳调理，半月就能大有好转。这妇道人家的毛病，怎能轻易对外人有所言呢？女子更懂得女子的顾虑，只是寻常调理也算不得看病的。这是我们女科馆特制的暖宫膏，敷在腰腹等酸痛处，会有发热感，可缓解酸痛。各位若不嫌弃，可先拿回去试用。若是用得好，尽管来女科馆，馆中还有许多调养的古法，温和不伤身。各位夫人可以放心试用。哎呀，若真如苏夫人所说，往后咱们长安的女眷可就有福气喽。承蒙各位夫人抬爱，女科馆定当尽心尽力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那苏娘子落座吧。那有了这东西，甚好甚好。来。听说这暖宫膏是你们女科馆给的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是我亲手调的，怎么了？你们女科馆安的什么心？哎，还请这位娘子说起。为什么不要钱？害得我都没抢到。是啊，我也没抢到。什么？是啊，他们都说这个特别好，我们排了几日都没拿到。多少钱？我花钱买。
就是啊，大家别急啊，还有队，都有，还有队啊！这够不够啊？来，给你，给我啊！来，多谢。排好队啊！我要第一个。来，你是王大娘介绍来的，按规矩可以给你优惠20文。哎呀，真好，这钱多谢。哎，我们专属诊疗还送定制药膳包，1月才3罐，实惠的很。何时订的？趁火打劫。什么？啊不，趁热打铁。那我先试1个月。这么多？没事儿，收着吧。之前的药膏啊，你们都没收钱。谢谢。我们女科馆啊，还专门为前20位娘子送祛湿茶和补血膏，药食同补，吃着放心，还能调理身子。我也要试1个月的。谢谢。哎。这个月我们除去药材成本，钱赚了299贯，没想到燕哥倒是颇具生意头脑。冷静。来，赶紧进来，放这儿。那些放那边。这是……哦，女科馆呢，近来在长安城声名鹊起，我毕竟是东家。郎君是怕女科馆供不应求，药材跟不上，压了口碑，连夜从南方调来的药材，连工钱都算好了。萧郎君倒甚是懂事。星月有福气，有这般细致的人惦记着。阿东说的对，药材知识马虎不得。我去后院忙去了。后院在那边。哦。
万丈大旗。慢点。燕哥，今天人多，下来帮新月做分诊。拿着这个号牌去那里排队吧。下一位。女外科一位。救命呀！你的星月要回天呐！这种症状多久了？庸医害人！女科管医死人了！他就是个骗子，我女儿就是服了他开的药，连续多日腹痛难忍，坐立难安，今日竟然就这么去了。所谓的女科圣手，竟然医死了人，你们还要继续让他看诊吗？败坏医者声誉，医林至耻。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别让这纸钱铺满门前，看你这医馆能开到几时？就是你，是你害死我阿妹，你赔我阿妹命来手。女科馆害人性命，自有律法处。诈尸！他让尸体诈尸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假死术竟能被破解？这青天白日，怕什么？你竟敢如此歹毒，对逝者不敬！你这么肯定你这是火疗法。我开始了。雪芝，来。早听闻长安城中新开了家女科馆，很是受城中的娘子欢喜。这位是依娘子，这位是苏娘子，
雪芝是我在明月楼最好的姐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你也有了身孕？燕哥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要离开长安了。你说什么？2个月了，是楼里恩克的。你疯了？你别误会，他和来楼里的其他男子不一样。他喜欢与我聊诗词歌赋，谈天说地，也从不轻慢于我。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？你知道妈妈知道后会怎么样吗？这个孩子必须落掉。你怎么会说这种话？难道连你也觉得我不配逆以良人吗？燕哥只是担心你的安危。你对这郎君了解多少？他姓崔，是个秀才，家中保有田产，并非轻浮之辈。而且他答应我了，愿以正妻之名接我入门。他若真要娶你，为何不早行动？明月楼岂是好相与的？妈妈怎么会容你带着身子离去？不行，今日这个孩子必须落了。燕哥所虑极是，你腹中胎儿固然珍贵，可前路凶险难测，万一失败，性命堪忧。我知前路艰险，可他许我以名分，我又怎能一辈子困于这火坑之中？本想着与你分享喜讯，你会祝福我，是我叨扰了。今日就当我未曾来过。雪芝，雪芝。燕哥，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能够理解。你想要提醒他，但这郎君的承诺，他信还是不信？这孩子，他要还是不要，都是他的选择，旁人无法替他做决定。你作为他的朋友，能做的，就是他受到伤害时，能站在他身后，帮助他。都等了3个时辰，小师根本就没有想过见我。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儿。还在呢，行会所事缠身，怠慢了。叨扰了。今日前来，只为呈交女科馆行医名录，还望收录。来拜会行会，就带这些？哎，你这话差矣，一个小娘子又怎会懂这些？入册，这医药行会百年规矩，岂容轻易破例？女子行医终究有违纲常。若想让我们网开一面，也并非不可以，只需这女科馆需每月捐出60%利银，供我们行会调度。其他医药馆不过2%。我今日来，不只为女科馆，也是为日后想走医途的女子们争一口底气。我们要的不是破例，而是一个公平。你们不是哄得城中那些贵女命妇趋之若鹜，60%利不算多。
今日称名。小贱人，竟敢背着我回遗嘱！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着，这就是没有规矩的下场！我只不过是想要一段真挚的情感，爸爸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真是，睁眼看看，这楼里的脂粉，哪个不是拿命糊的枪？就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贱货，还妄想飞出这金丝笼，给我打，打到他把蜜种流出来为止！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你醒醒！雪芝，心月，苏姐姐，慢点。雪芝，燕哥，去施之用具。苏姐姐，热水。我不想你离开我，雪芝。雪芝，雪芝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梦见崔郎来接我了，他带着3枚6品，身里红妆，将我从正门领了进去。燕哥，我怕是等不到他了，你帮我把我的嫁妆带给他好不好？替我告诉他，谢谢他。若有来世，我还愿嫁他。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雪芝。雪芝，不要离开我，雪芝。雪芝，
你以前总说我抢你风头，在我每次被罚的时候，偷偷塞好吃的。快吃，你要是饿坏了，谁给我撑场面？你还记得你带我一起偷偷出去玩吗？总是会把你喜欢的东西也给我买一份，不是那么天真灿烂的面对我，给我希望和力量。喜欢吗？真讨厌，真是没白给你花银子。早些回来，等你。夫人今天又是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讨厌，快吃。有病吧你们？你们谁啊？你明明早就有妻室，竟然还敢去明月楼骗女人，为你守身历劫。嘘，你少点声。你可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会被打死了。啊，她就是明月楼的一个继子，谁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啊？我跟她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？跑来拆散我的家庭是吧？你有脸做没脸人啊你！他临死前都还在念着你，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你。他那么爱你，甚至付出了生命，你竟然连一滴泪都没有啊！他给我留了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这是血吃的东西，你想得美？他给你留什么了？你还想拿血吃的东西？你说呀！别打！莲嫂，别听那些小贱人胡说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！不要！慢走，这味道不对。等一下，请稍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钱壶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也是钱壶。这是硫磺熏过的板蓝根。钱壶的价格可是板蓝根的10倍。这些药材都是仁安堂送来的。萧郎君怎么会做这等事？他定不知情，以次充好牟利，他不会允许的。把药材封起来，我去趟仁安堂。吃了归元丹的人，现在不是吐酸水，就是胸闷喘不上气，那些可都是我的老主顾呀。萧阿郎在世那会儿，可从未有过此事。萧家为了牟利，以次充好，害人性命。今日若是不给个说法，这生意咱们就做不下去了。各位，此次事件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所有的损失由仁安堂一力承担。您和仁安堂合作多年，还请多多担待。如不嫌弃的话，请让我为你们诊脉，我定当竭力诊治。你个小娘子，提什么事我们？
莫不是这任安堂想找一个替罪羊，趁机把我们弄死，来个死无对证嘛，对不对啊？若各位不信任我，就让我当场诊治一人，若没有效果，我任凭处置。你说的轻巧，谁敢把命轻易交给你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？更何况自古以来就没有娘子行医这么一说，任安堂必须关门，关门！桂圆丹呢？你疯了！现在我和大家一样，都吃了这桂圆丹。既然你们不愿意相信我，那就看看我到底会不会中毒。疯了！这个女人疯了！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任安堂找了个疯子，要弄死我们！拦住他！抱歉啊，各位，我对诸位没有恶意，只是诸位出了这个门，任安堂被冠上的买凶害人的事情，可就说不清了。任安堂或许有错，但我身为医者，亦是真心想诊治大家。我以身为引，药为证，只恳请与我和任安堂一个机会。去拿桂圆丹的方子。哎。去取碗甘草生姜绿豆汤。说得好，喝完药再走。如果只是喝绿豆汤的话，我喝，我也愿意。我喝。为何急着走？莫非你没病？此人脉象滑浮，呼吸急促，不像是有病，倒像心虚。我只是路过，路见不平，路见不平啊！阿农，总管，走。老君，药园和库房的人说，库房的掌事已经3日未来点卯了。马郎走后，商行乱成一团，小的连续几月流转各个铺子，属实疲于应对。前几日那掌事的说家中老母病重，需告假几日，小的便没有过多追问。讨什么呢？黄芪里掺入了附子，两者并不难分辨。但如果磨成药粉，即便是经验老道的制药师也难以察觉。况且配方中原本就含有附子，更难让人怀疑。
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说，我说，从安郎临走之前，找事的就找上了我，说趁安郎出远门，捞上一笔。这找事的还向我保证，我们不会被发现的。这段时间也确实没人发现。找事的后面就越发的大胆。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东家，我错了，我都是被整事逼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下次再不敢了。跪下！没有下次了，带他去。起来，起来，走。这就是我错了。掌柜的，近日女科馆的药材都是那个库房的掌事负责。是，都是由掌事统一分配，再由药童送去。可是有个问题，今日我在钱壶里发现掺杂许多被硫磺熏过的板蓝根，若非仔细查验，看起来极为相似，肉眼难以察觉。硫磺本就常用于药材防蛀，若这库房掌事长期以此等手段牟利，恐怕你们的药材亦有被调换或掺假之虞。从今日起，库房所有药材逐一核对，凡有经手者，一律严惩。是。走。这背后之人，你可有线索？柳氏表面慈和，实则暗藏野心。你觉得？好混。云州哥哥3箭接中，原来云州哥哥还是这么厉害，玩什么都厉害。要不要比比？你不是以前总说男子会的，女子一样能做得更好。看看如今的殷娘子，还有没有当年的风范？啊，没有中，还是你厉害。定是这壶口太小了，我投不进去。投不中还怪壶？拿着，认真点。背要直，手要稳，呼吸要均匀。投之前，深呼吸一口气。3、2、1。中了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那箭能中？哼，不过是庄卓引得近身罢了。哼，我还真是小瞧了这殷。长记忆。全凭大娘子做主。大娘子，大娘子，老毛病了。城中都传殷娘子极善医术，能否去竹木瞧瞧？大娘子
可有腰痛乏力、腹部刺痛，还会食欲不振。之前吃了些药，只是殷娘子可有法子？大娘子，我会尽力一试。但真假，乃是待下病中极难根治之症，非一日之功。大娘子可是要做好长久的准备。那便全赖殷娘子您了。没烫着吧？想什么呢？行会那边查得如何？哦，的确有一笔新的入账。也就是说，药材和归元丹一事，他们都有嫌疑。亦或者，柳氏与行会勾结，打着萧家的名号行事。往后这种粗事之活，交给下人去做就好了。你是何时又开始关心我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种活得干。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他如何陷害我啊？大娘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殷娘子，主母吃了你的药不久后，便腹痛如绞，直冒冷汗。怎么会？新月，我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云州，有话好好说。我相信殷娘子定是无心的。云州，你相信我。大娘子，可否让我上前一探？殷娘子，你好歹毒的心！主母信任你，你却给我们主母下毒。我问你，究竟给他下了什么毒？嬷嬷，你怎么那么肯定是我下的毒？方是你开的，药是你煎的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云州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的药是被不小心打碎的，定是下人的纰漏，或者是有人想加害主母，还妄图嫁祸到我的身上，我真的没有啊，云州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若是医不好，以后你在萧府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定是下人出了纰漏，我是相信你的。此事啊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大娘子心善，不予追究。多谢大娘子。但谋害大娘子，嫁祸于他人，此等阴毒之事，岂能就这么算了？云州说得对，此事关涉大娘子的安危和我的清白与性命，若不能水落石出，今日他能谋害大娘子，明日焉知不会害郎君，害府中其他人呢？心月恳请彻查此事。阿农，彻查今日所有接触过大娘子汤药饮食之人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我萧府兴风作浪。是。好了，我要歇了，你们也早点回各自院里休息吧。是。
多谢大娘子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有默契。喂，这么冷漠？哎，把我手帕还我。要不找个机会，把他单独约出来，就在后山荒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当萧景一是傻的吗？经此一遭，怕是他二人已经怀疑上我了。药材出入可一一看过，每一味药的来源去向，可有疏漏？确实查出了一批来源不明、以次充好的药材，已下架封存。郎君真是找了一个好夫人，要不是殷娘子提醒，恐酿大祸。往后萧家有殷娘子长眼，必能长生安稳。说不定郎君才是那个邢立柱的。殷世峰，他不是死了吗？站住！客佛建议华府府上再次经过，没找到。走。若你父亲还活着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。我原以为你的父亲救了我的阿叶，
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叫我娶你。我以为我对殷家误会了，一次次的对你心软，为你找借口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殷世风与胡尚多次勾结，原来他的假死就是为了骗取我对你的同情。你们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那都是你以为。阿奴，把殷娘子带下去，直到她说出实话为止。好生赵哥，听说那郎君见了故人，便把那殷娘子关了起来。与其我们动手，不如从中击破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萧景翳心中这根刺，迟早会变成刀。但是看似郎君并未打算动他，只是软禁。不如再添一把火，我岂会容他搅乱这潭水？去替我送一封信至行会，斩草就要除根。